听台湾看世界，来看这个美国纽约的地下铁，伫咧早上班的尖峰时间发生着枪击案。这个枪手是挂着防毒的面具，伫布鲁克林区的这个地下铁，伫咧车厢的内底哦，连开33枪，至少有10个人中枪，23个人受伤。这警方是想台票145万，要来抓这个枪手。美国总统拜登嘛表明决心，讲一定要抓到人。啊，这个代志发生的当下，咱华视的记者拄好伫咧纽约，有听到美国民众的手机啊警报一直咧响。 美国纽约地铁车厢10日上班的时，拢是因车门一个拍开。大家赶紧走去布鲁克林的地铁站，月台拢是会要人坐伫车厢内的指挥。纽约的警方证实讲，有一个查甫人挂防毒面具伫车厢内开枪，虽然有弹催泪弹。About the shooting happened about a minute, about 10 shots went off. I think the gun jammed. I think he had like an extended clip or something, cause I never heard that many shots come off a handgun. 依照警方报告，枪手拍3发的枪支，尚无造成10个人中枪，加在拢无生命危险。华视记者伫道路顶看到民众手机啊警报一直弹。 刚才在这一艘我们现在搭的船上面，每一个人大概在行动电话上面都紧急收到来自纽约市警察局的紧急通知，表示说不要靠近布鲁克林第3到第5大道20到40街这个可能预测还有危险的地方。 大家拢会惊 FBI 等联邦单位赶到地铁站台面，美国总统拜登听完简报嘛讲，一定要抓到凶手。 Jill and I, my wife Jill and I, are praying for those who are injured and all those touched by that trauma. But we're not letting up on it till we find out and we find the perpetrator. 警方伫现场找到一支车的锁匙，找到这台出租的货车，锁定这个62岁遇害关系人，现收美金5万块，也就是新台票145万，要抓人。 There are currently no known explosive devices on our subway trains, and this is not being investigated as an act of terrorism at this time. 官方强调讲，这毋是恐怖攻击。纽约时报报道，这个利害关系人，代志发生前，就捌拍几啊段影片批评官方挡袂掉地铁的犯罪。这场无差别的攻击，好像像早就有计划啊。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